各位觀眾好啊！今日咧就分享一下七正四餘一啲相關原理，仲有就係 setting 方面要點樣設定嘅。首先咧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呢個亦都係關乎命理學嘅核心嘅。各位認為人類係有冇自由意志嘅呢？俾幾秒大家諗下。無論大家答案點都好啦，呢種哲學嘅話題我諗都應該好難達到共識㗎啦。而根據我個人嘅理解啦，西方科學又好，研究又好，我諗主流都普遍係傾向咧，基因影響性格為先天因素，後天嘅個人際遇同成長環境會影響人嘅行為，限制人嘅行為，就為之後天嘅因素。如果我哋能夠捕捉到先天因素同後天因素咧，基本上人喺咩時候做出乜嘢決定，會有啲點樣嘅行為，其實都係可以預測得到嘅。呢一個就係命理嘅核心啦。按照呢一個邏輯咧，我哋打開星盤，新手咧其實可以借用一下西方占星嘅做法嘅，將黃道十二宮嘅特質套落去嗰個宮位度，就可以得出到佢嘅先天性格特質係點噶啦。我哋嘅命宮、夫妻宮、官祿宮同埋田宅宮咧，係對應得到西方占星嘅上升星座、下降星座、天頂星座同埋天底星座嘅。咁以呢一個星盤為例啦，佢嘅上升星座即係命宮啦，就係喺天秤座嘅。咁樣命宮咧就會影響對外展示嘅性質，啲人對佢嘅第一印象。總之就係一個後天所形成嘅人格面具同行為模式嚟嘅。咁就會有天秤座嘅特質。咁天秤係咩啊？就係會對錯分明啦，會唔果斷啦，亦都會中意去做架樑嘅，即係懶係正義咁嘅。跟住咧就係下降星座啦，亦即係七正四餘所講嘅夫妻宮，係用嚟表示一段外在關係嘅需求同埋期望，亦即係話咧會影響到佢日後同邊啲人合作得到、夾得嚟，伴侶係呈現到點樣嘅特質嘅。因為如果佢嘅合作伙伴或者佢嘅伴侶唔係呈現呢啲特質嘅話，就好難夾得嚟啦。咁婚後生活就唔和諧啦。理論上就係咁講啦。而佢嘅下降星就係白羊座，即係話呢一個人佢嘅伴侶或者係合作伙伴，好可能係容易呈現到衝動、果斷、好勝嘅特質會表露出嚟嘅。甚至乎咧白羊啊嘛，就應該係性慾強或者係性愛機器嗰類嘢㗎啦。跟住就到田宅宮啦，亦即係天底星座，佢係表示咗一個人嘅根基啦、原生家庭、安全感同埋內心世界嘅，亦都可以睇得到屋企人嘅男性長輩。點解我刻意講男性長輩唔係講父親咧？因為有陣時有啲人生嗰個唔係養嗰個嚟啊嘛，咁所以咧田宅宮可以表示後天父親，即係養佢嗰個。睇翻星盤啦，佢嘅田宅宮咧就係喺山羊宮嘅，亦即係話佢原生家庭影響到佢嘅內心世界咧，會呈現咗穩重、實幹、誠信、死板，甚至乎係有啲不知變通嘅特質出現咗嘅，都幾啱啊！對應翻佢命宮嗰個天秤係咪先？之後咧就到官祿宮啦，亦即係天頂星座，佢就會表示一個人嘅目標、追求、成就以及自身價值嘅。咁同樣啦，佢對應翻田宅宮嗰個後天父親啦，咁所以咧官祿宮咧就係後天母親啦。而呢個人嘅天頂星座咧係巨蟹座喎，咁所以佢嘅追求啦、自身價值啦，甚至乎佢嘅後天母親咧會呈現到一個比較仁慈、溫柔、顧家嘅特質，記憶力會相對強一啲嘅。講完四個象限之後咧，就輪到講太陽星座同埋月亮星座啦。咁太陽就係一個人嘅本質、價值觀、意識同埋行動力嘅。咁我哋平時啦就話一個人幾月出世係咩星座啊？咁就係講太陽星座啦。而我哋見到啦，呢個人佢嘅太陽星座係人馬座，咁即係話咧佢個人嘅本質係比較中意探索、橫衝直撞、有人緣嘅。而月亮咧就係表示情感、本能、潛意識。而我哋七正四餘就會將月亮所入嘅宮位定為身宮，都係會影響身心發展嘅。睇翻星盤咧，佢嘅身宮就落咗喺巨蟹座嘅。咁我哋頭先講咗啦，依家就唔再講啦。當我哋用咗以上嘅方法咧，進行咗初步嘅精神分析，研究咗先天性格之後，就輪到睇後天嘅環境點樣影響一個人啦。
亦即係話宮位同埋星之間相互嘅關係，星同星之間又有啲咩關係嚟到去判斷後天嘅影響。咁依家咧就俾大家感受一下睇星盤最淺層、最初步嘅思路係點啦。唔需要記嘅，我之後會詳細講。依家係感受一下先。咁呢位命主咧，佢個命宮嘅主星係金星啦，因為神有合化金啊嘛，金星。金星去咗邊啊？金星入咗財帛宮喎，咁就代表同金錢利益相關嘅嘢咧，係最能夠影響到呢個人噶啦。咁到底金星入咗財帛宮係好定唔好啊？呢個財帛宮佢嘅主星係火星，火克金，咁聽起上嚟就知唔好啦，係咪？金星咧係代表享樂、享受、凝聚力、個人魅力嗰啲嘢。理論上咧，金星入咗財帛係應該能夠吸引到啲錢翻嚟啦，或者利用個人嘅魅力，甚至乎係色相咧去獲取利益啦。火克金就造成佢可能會向唔好嘅方向發展，但係有個但係嘅，計都係土之餘氣，就成功將火星對金星嘅影響轉化成為幫金星嘅嘢，火生土生金啊嘛。咁計都又係代表啲咩啊？計都咧就係根據一個人上一世最缺乏嘅嘢，導致佢今世咧就最執着嘅嘢，即係話佢透過佢對金錢利益嘅執着，成功就將原本火屬性嘅嘢、破壞性啦、侵略性嘅嘢啦、爆發性嘅嘢啦，轉化成為利於佢自己嘅嘢啦。跟住落嚟咧，就講啲同 setting 有關嘅嘢啦。用乜嘢 app 或者程式去升盤咧？電腦版就建議呢一隻嘅，然後手機版咧就我自己個 TG Group 咧係有個程式 Android 版嘅程式可以俾大家下載嘅，咁可以入去個 TG Group 攞啦。咁至於你話 iPhone 咧用乜嘢 app 咧，我就唔清楚啦，因為我好耐冇用過 iPhone 啦。具體嘅 setting 咧就有幾樣嘢係要同我一模一樣先可以大家溝通得到嘅，其他就隨便你哋點撳都得㗎啦。命宮計算要點呢個地平上升宮，再加埋與日同落嘅，因為呢一個咧就係用上升點嚟到去計算。如果你揀咗太陽起身時順數好似日出咧，呢個係古代嘅數工法嚟嘅，咁就唔可以好精準咁樣去判斷到嗰一點啦。而申宮計算就以太陰為申，即係月亮入邊一個宮位嗰個就係申宮啦。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星盤佢嘅顯示方法，一定要揀黃道回歸制、黃道回歸金受制，唔好揀行星制啊，要揀回歸制，而且要係金制。到底金制同古制有咩分別咧？我哋就會有個歲差喺度嘅。具體嚟講就係佢嘅28星宿對應呢個宮位咧係會有偏移，因為地球嘅軸心本來就係隨住日子就越嚟越偏啦，咁所以現代嘅宮位同古代嘅宮位係唔一樣嘅，呢個就關乎赤道同黃道之間佢嘅問題啦，我就唔詳細講啦啊。之後就係化曜國標同度數國標都要剔咗佢啦，都要顯示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就睇唔到佢嘅度數噶啦。星要選擇啦，到星要選擇。我哋見到有天王、海王、冥王呢三王星嘅，我哋唔好點佢，除非日後你哋玩嘢啦。玩嘢我要將七正四餘駁埋西占兩個一齊用，兩套系統一齊用，咁你先至剔佢嘅啫。我哋正經嘅七正四餘咧，我哋用日月木火土金水七正。計都羅睺子氣月撥四餘就已經足夠啦，我最多係加埋個上升點嘅啫，基本上就係呢啲噶啦。神煞嗰啲嘢都隨便你哋啦嚇，暫時唔會講住嘅，其他就你哋中意點剔就點剔噶啦。總之我講嗰幾樣嘢一定要同我一模一樣，就係咁多。下一集開始咧就會真正去仔細咁同大家逐個宮講係咩意思，逐粒星講係咩意思噶啦。好，今日咧就去到呢度先，多謝各位。